注意啊！咱知影讲，即马长河宫的位置是咧较早的第三城的外口，啊是安那城内有一间妈祖庙，啊嘛伫咧城外，搁有一间妈祖。哦，因咱较早长河宫位置就伫这北门地区的这个城外吼，所以简称北门外妈祖。这个北门地区哦，这个通商非常的这个平原哦，啊咱这个交通啊为着啊要这个行船的这安全哦，伊说天上也无法度人移切，所以就要祈求这个妈祖庇佑这个行船会当达平安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特别请这个米酒祖庙吼来这个三马，啊来甲北门城外吼，啊来起这个长河宫，啊所以简称就是北门外妈祖安尼，在城外。就是讲遮较早是较挖这个港口啦，落船的时阵唔免去城内，伫咧城外就大家拢伫遮咧拜拜，北门关较早通商非常的平原，非常的热闹安尼。若讲甲高雄的往来真密切，诸位嘛甲我讲。中和宫的妈祖，照看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妈祖本人头鬃的神尊哦。照传出来是讲有装三尊，大马、二马、三马，吼，啊拢照林梦娘的头毛留落来，吼来装伫雕塑伊伫头。你讲有影真人的头毛哦？哈哈啊！大马、二马已经我无去。啊，注意啊，今仔日吼，敢有机会会当看到这个妈祖的头毛？因为咱若要甲妈祖头毛伫遐宏观摕起来吼。所以讲，一般咧经过跋杯伊欢喜，安尼再甲伊落。还是跋看卖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试看卖？好啊，好啊，好来，妈祖吼，今日第四台专程吼，来甲咱采访，所以讲要甲你宏观体下，你毋着欢喜，欢喜就圣杯安尼吼。哦，有杯啦吼。要跋杯的时阵，去有小可紧张，想讲啊，若是妈祖无同意，是要安怎？唔知要安怎收。虽然编辑知影讲吼，妈祖婆已经答应啊，会当互我亲目睭看到伊的头鬃。啊，毋过吼，诸位甲宏观透落来的时阵，哇，心肝内感觉吼是复杂佮感动。因为看到妈祖婆真正的头鬃，迄阵就感觉讲，伊毋但是一尊互咱奉祀的神明，佮可比是一个真正咧甲咱照顾的母亲。啊，头毛要安怎保养？咱车电出来吼，安尼甲水头咯，啥物啊，甲清理一下换好安尼。哦。啊，换好的时阵，咱就搁跋杯，有一摆啊跋无杯，讲是安怎讲从无落尾搁定错，头毛甲做整理无好势。哦，是哦。嘿啊嘿啊。第一届看到这个妈祖的这个神像，头壳顶有头毛，啊，这个感觉就足特别的，因为你就会感觉讲，甲较早的历史有一个连结，就是讲这毋是敢若传说尔，有一个证据伫咧你的面头前，哦，足特别的。啊，今日你看有正无？哦，有正无？啊，只要你个博，哦，只要你个博一杯，我安尼好。用好，搁爱跋杯。哎呦哎呦！爱甲妈祖较顶者。啊对，无你穿啥甲咱穿无哩。做啥物代志拢爱是。对，阮拢以妈祖跋杯为准。好，感谢妈祖，互我看到。早前咱的祖先都过乌水沟，嘛毋知影讲吼会生还是死。啊，心肝头的代志呢，拢寄托互故乡派来的神尊。啊，毋那呢哦。伫咧一个新的所在要定紧路途，大细项的代志，拢嘛希望神尊会当来做主，甚至吼亲戚甲朋友、若冤家，嘛拢会到庙里来调解，希望讲神明会当做一个见证。啊，所以毋才会人讲，一间庙宇对地方的发展哦，有影是影响真大，就亲像德产一大的中和宫同款。老师，请问为什么这个长河宫即马有这尔啊侪文物彩伫咧遮，是有啥物由来吗？历史的典故？好，咱会知影其实吼，较早新竹伊是淡水厅的县城，所以其实新竹本地就是应该讲大甲溪以北最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伫清朝的时阵，这大庙吼，伊头前定嘛是市场的中心。地方甚至佫会将因迄种公秤公舵，拢会来放伫这庙头前。安尼大家讲，哦，一刀米偌济，因就来遮请。后庙来做公证。对，后庙来做公证安尼。所以这就是为虾米中和宫留较济文物，因为伊的迄个地位最重要。历史要将近300年的中和宫妈祖，一直咧看顾、
德参城的百姓。庙内甚至还佫有留着现主时真罕得看到的药签。这个药签正正是证明早当时医学无法发达的年代，你的身体若无爽快，无钱问医生，就来庙内问妈祖。若保留着这完整的药签，中华宫嘛甲乾隆年代咧起这间庙的文物，拢总甲保留起来。望讲下地子孙看到这的物件，会当更较体会到祖先来到台湾奋斗的过程。咱这间桥即马保存伫这个文物馆内底是，苏当时妈祖来台湾坐旁船马祖坐7间桥来，所以讲咱委员的这边咱保存个真完整，经济专家有攞来研究报告。构写是乾隆7年的。对，马祖坐7间桥来。这个椅仔就是正镇馆之宝。马祖坐来嘿。